在地人在地前来到中华丰原的汉堡村，人口3749个人。虽然是丰原乡内上侪人口的庄头，但是参一间超商都无，更加毋免讲是素食店咯。这个汉堡村无汉堡实在是讲袂过，所以当地村长就邀请彩绘师伫一栋架厝的壁顶画一个大家的汉堡，也就是美国挂包，来讲出着村民的愿望。 海边啊，整个头内面的家厝啊，变成古水的厝，有美国挂包加送餐的图，这是中华丰原的汉堡村。整个来有3749个人，也过无素食店。怪着食袂着。乡下地方比较不容易有这种东西，就好玩啦，开开心心。汉堡村无美国挂包，无超商，连公园都无。为了增加亮点，嘛反映村民的愿望，村长找人来围图。 我好，咱县政府伊有一个经费，讲要这个改善咱的村里巷道，就以我们汉堡这个地名来做一个发想。是讲为连锁素食店的商标，有人烦恼讲敢会侵权？并没有麦当劳的这个 M 的这个图样，被以行销为目的而使用的一个情况，而且这一个涂鸦彩绘也并没有去影响到麦当劳的一个商誉。 律师认为讲，汉堡村的彩绘不是以行销为目的，无侵权的问题。这种图表现出都市甲庄脚草够济，嘛，互大家看了后颠倒会爱笑。